大家平安，平安。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今天的劳累放下，我们心中所有的跨虑我们种种的挑战，都放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他施恩宝座前，再次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诗篇44篇26节这样告诉我们：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我们一起用这一节的经文，在今天的聚会里面宣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疲惫的身心灵重新得力，也因着神的慈爱来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宝贝的儿女。因为这样，我们来感谢，我们来称颂，我们来赞美神给予我们所有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求神从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将天敞开。
要，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动作前进迈步惊喜，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王国在那里，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王父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问个安。上帝大大祝福你，在今天的聚会，上帝大大祝福你，上帝大大祝福你。这个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为了你自己摆上，为了你自己今天晚上的聚会，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亲密沟通，来做祷告，让一切所有的荣耀归给他，让一切所有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高举他的名，让一切荣耀再一次的也降下在你我当中。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今天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我们的心要敞开，我们要欢迎你，让你来掌权在这个会中，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身心灵与神你契合。求主你从天敞开，你为我们所预备美好的一切，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真的在神你的面前丰丰富富的得着你为我们所准备的，要赐福给我们的。神啊，谢谢你天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天天保守照顾我们，我们更谢谢你万人之中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恩典时刻，我们就透过这个时间，我们开口祷告，我们亲近你，我们在神你的面前，我们要重新的得力，我们在信心的上面要重新的建造，也在神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呼求你，你恩典从天敞开，你恩典从天敞开，也降下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再一次来高举神的名，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一首诗歌，让神真的从天而降来掌权，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蒙恩恩典，欢喜欢乐的心，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你的荣耀，我们祈求神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我们在他里，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
上地下，何以敬拜？光复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强烈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再一次宣告，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高举我们的手，来欢迎神来到我们当中。将脸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我们一起欢呼，光复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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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将荣耀归给神。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接纳我们透过诗歌来称颂、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祷告靠主的名，阿们。请坐。大家平安。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大卫2次与非利士人征战得胜的秘诀，就是他询问神，听上帝的声音，顺着上帝的旨意，然后战胜非利士人。接着我们今天可能你心理上会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那就是我们又如何知道这个是真的从神来的声音？这是真的从神来的声音，也让我们心里有一些疑惑。当我们在怀疑的时候，我们一起透过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考，是可以的。神总是会再一次确认他自己说的话，给我们凭据。神会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们会透过士师记的第6章、第7章纵览一下，我们来探讨神给予我们的凭据。尤其在第6章，基甸跟神要的羊毛的故事，这个神迹我们都很熟。透过这个熟悉的故事，那牧师想要请问大家，在士师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基甸到底跟神要了几次凭据？跟上帝要了几次？你给我一个证明好了，这是出于你的意思。好，然后基甸想要确认一下，我们有没有想过，
基甸到底跟神要了几次。那这2章士师记第6、第7，我们就纵览快一点，来把这个神给基甸一个凭据，一次又一次的凭据给他。我们一起来得着造就。那故事一开始就是以色列人被那个米甸人压迫，他们呼求神来解救他们，神就听以色列人的祷告，就派一位使者，神的使者亲自来到那个基甸的面前。当时基甸就在那个酒榨池打麦子就在那里工作。这个打麦子的工作是非常出众，而且是灰尘满满的，满是灰尘的一个工作，所以非常辛苦所以基甸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工作呢？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这样辛苦呢？因为历年来那个米甸人一直都在攻击他们，所以他为了防备米甸人的攻击就在那个时候，神的使者就对基甸说，神要基甸将以色列百姓从米甸人的手拯救出来，你要去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从米甸人的手中。那个时候神就对基甸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你是一位大能的勇士。神先肯定他，神要他去透过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神肯定他，你是一位大能的勇士。即使神这样告诉你是大能的勇士，基甸还是犹豫，心里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犹豫。所以他就说，我在我的家族是最贫穷的，那我在我的家又是最自微小的，所以我不可能有那个能力。但是耶和华上帝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这个所有的米甸人，你击打他们，就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虽然神这样应许他，基甸还是很大的恐惧跟疑惑，所以他就跟神要了一个凭据，要有一个印证。所以我们从第6章17到19节就这么说。好，16到17这么说，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凭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救世主。你要给我一个凭据，我要知道你跟我说的，你是我的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就去预备了1只山羊羔，然后用1法1的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整在壶中，带来橡树下，献给使者。就把他所预备的这一些礼物带来给这个使者，献在他的面前。这段经文让我读了，我有很大的一个惊讶。我就想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甸要一个印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甸先请神的使者，你稍后一下，你等我一下好吗？让我去准备礼物，你等我。好所以在准备这个礼物的过程，让我们知道当时要准备1只羊，要有面粉做无酵饼，又要煮汤，我想要一段时间才对，不是那么快。但是神的使者说，我等，我愿意等，你就去准备吧。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神被基甸先要求，你等我。神跟他说，你去，我会等你。神愿意等基甸备餐，准备礼物，神愿意在那段时间来等候他所要做的事。神没有因为基甸求印证而斥责，
反而是愿意等他。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就是这么愿意等我们了。我们要求神，神说好，你可以去。好，我们也常要求神有一些事情，神说 OK， 然后神又被要求，好，你要等哦，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也有让神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细数看看，想看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神会等我们确认了，神也会等我们明白这是神真的对我们说话。好，接着故事的发展就是神的使者就吩咐基甸说，你将肉跟无酵饼放在这个磐石上，把汤倒出来。基甸就这么做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伸出他手中的杖，这个杖头就挨了肉跟无酵饼，然后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还有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6章22到24节。好，我们一起读。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好，继续。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下面这一句很重要哦，预备来。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就是好，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施平安。这是神给基甸的第一个印证。神的使者用杖，他的杖头在这一些祭物当中，给他的礼物当中，这样敲了一下，挨了一下，就被烧了。然后更有趣的就是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今天不读啊，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看。那当神的使者离开以后，神还是对基甸说话，叫他去把巴力所有的祭坛都拆毁。在拆毁的过程，神的灵与基甸同在，所以后来这件事情接着才有基甸出名，小朋友很喜欢听的羊毛的故事。不管是羊毛是湿的或是干的，他跟他求这2件事情。所以从上帝的火在磐石上烧尽食物，以及拆毁巴力所有的祭坛，再加上基甸信心还不够，再跟神要这2个印证。这2个印证以后，他还有所怀疑呢，他还存着不能够完全相信神要呼召他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米甸人的攻击。所以神也尊重那个基甸这样子的一个请求。然后我们接着我们更能够看见神再一次让基甸明白，我拣选你，我会给你非常明确的这个凭据，这个印证。所以接下来在第7章我们就会看到神告诉基甸，你要招300个人，有没有士兵？结果就来了32000。后来这个故事就是用手捧着水喝的那300位成为精兵，然后要去作战，要去跟米甸人作战。那个时候基甸就说：我怎样有那个能力呢？神说，我要透过用甜水这300个人来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这是神说的。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神，还有所疑虑。神就告诉基甸说，那你带你的仆人普拉今天晚上去那个仇敌的
他们的居住那个营房，你可以去那里，然后我会给你一个印证。在那个地方，我会看到他去的时候，就看到米甸人啦、亚麻利人啦、东方人都布散在那个平原。经文说，如同蝗虫那么多，多如海边的沙。哇，对，仇敌是那么的多，但是神就让基甸听到敌军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敌军的士兵对他的同胞说，他梦到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人的营中，将帐幕怎样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哇，他那个仇敌的同伴，那个同伴就说，这不是别的啦，这是以色列人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交在他的手中。好，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故事，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印证又是什么呢？7章的15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他先敬拜神，他就在那里敬拜神。基甸在为战争开始之前，他就知道战争的结果了。神就让他明白战争的结果，他必得胜。神给基甸一个印证，神给基甸第一个印证，他不相信，跟神要了2个，要了2个还不够，神再加第4个，让基甸的信心能够被坚定，也让基甸能够跟神再一次的契合，神的同在，他在他的身上。从这2章纵览，我们很快的把这4个故事稍提一下。基甸跟神的对话，使我们更确信，神是如此期待人与他有对话、求印证的机会。神会给我们他的话语，神会给我们他对我们的呼召，神也期待我们跟神要一个印证凭据。但是许多时候，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呼召、选召、印记，我们都心存怀疑。神一次又一次，今天我们说的加码啦，加码给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不相信。我们常常忽略的，或是我们认为这一个神给我们的凭据还不够。所以我们一起透过这个很简单的叙述这几则的故事，这几则的神给基甸的一个很明确的信心的一个故事记载，求神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你的灵修生活，在你的服事态度上，服事工作机会上，神常常会给我们一些提示，神会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求耶和华的灵与基甸同在的时候，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敏锐知道神的心意，就在当下。基甸马上敬拜神。当我们敏锐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一起尊荣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神就在这里，我们忽略他，求神再一次给我们，神就在这里，我们敬拜他，我们尊荣他。所以神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对我说话，所以求神也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他面前，跟神再一次来要这样子的一个凭据，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凭据，我们再重新调整，跟神的频率对准了，我们就容易明白神的话，听见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分享这2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否
知道明白，神现在，或是正在，或是有曾对你说话的事情，过去有没有，或是现在正在对你说话，在心里有激励你、感动你的事情吗？当为着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慈与印证，我们献上感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也为着神现在仍然在等待我们的求问。我们跟神要凭据，神在等，我们也用基甸的这种怀疑的心，跟神要被确认坚定的信心来感谢神。我们有怀疑，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等很久都没有神，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但是神仍然在等我们求问他，是在哪一个部分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先感谢神，也为着神在等待我们，也为着神要帮助我们确认这个呼召、这个拣选、这个声音是来自神。那我们来感谢神，所以神就借由这几则的圣经故事，帮助我们。神是一次又一次坚定你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神一次又一次透过你跟他一起亲密灵修对话，或是服侍，然后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神也很愿意在这个恩典时刻，我们一起在这里的为很多事情关心代祷，神来祝福我们。这是一个祝福的管道，期待我们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也期待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就要跟神要，神啊，把这个神迹赐给我，神啊，你要先祝福我让我能够来祝福别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透过诗歌跟神要，在我们过去忽略，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不知道你的呼召，让我们从今起有这样敏锐的心智、敏锐的心灵。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美观，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依靠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子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你的大能光能充满我，我要宣扬主的爱，让我们一起来唱，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主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
接着我们一起来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为个人生命中神屡屡赐下印证来感谢，也求神赐给我们敏锐敬畏的心来祷告。我们为着恢复实体的聚会，各样的事工小组团契聚会运作能够顺畅来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在疫情的过程我们能够尽快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接着我们来为着基甸牧区，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的这一些年轻人社青，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生活婚姻或是信仰以及服事小组的运作，我们特别为了基甸牧区来做祷告。最后我们为了全球的疫情，在这个严峻过程，我们这几天台湾也是再一次的有新的一波上来，我们不能够非常的平安，求神来怜悯。所以我们为了疫情社会的和谐台湾的平安，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求这样怜悯的心赐给我们，也敏锐的为了某一些人的需要，你有感动的你都可以来祷告。因为我们的时间都非常的简短，我们时间很短，但是你的灵跟神的灵能够打通，能够成为一体。我们可以用方言在神的面前，我们开口来祷告，用灵来跟神交通，用灵把这些事情来交托给神。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开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们敏锐的心智，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与神合一，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台湾非常的平安的过程，全球疫情严峻，我们能够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献上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特别将基甸牧区交在你小组事工，我们都需要你的怜悯，特别的眷顾。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一个呼求，我们的心交托我们的灵，圣经。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的将我们的祷告摆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我们愿意在工作上成为见证人，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的服事来祝福别人，让我们的心灵跟神更契合，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来领受这何等被呼召拣选福分，我们是何等一群蒙福的子民，我们要以信心来确信神你呼召拣选我们，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为台湾为了全球的疫情祷告的时候，求你怜悯，你的圣手亲自在这个你的过程带领，让我们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来充满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
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从显着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子民。你的眼光，我能看见显光，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让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赞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是的，主耶稣，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不是我们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而是向上帝来呼召基甸。他是那么的卑微，这么的微小，但是愿意承担，愿意接纳，愿意跟随。基甸就从软弱的人变成大能的勇士。亲爱的主啊，愿我们都成为基甸那300个勇士，是因为有主的恩膏，我们愿意顺服，愿意接受神的教导。神啊，求你让我们所有祷告会的同工，我们在线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也成为大能的勇士，让你的神迹奇事借着我们的卑微的这个器皿，能够大大的彰显出来。感谢赞美主，因为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因为神愿意借着顺服的百姓，来显出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台风要来的消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谨慎，有很好的防备，能够在这一次的台风来袭得平安。也让我们在疫情下，虽然仍然没止息，但是我们心中有力量，有信心，有盼望。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在场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所有线上祷告的每一位主所爱的百姓。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谢谢我们同工，请坐，请坐，感谢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疫情还没有说很明朗了哈，但是我看到我们教会呢，有一些小组，有一些团体都有一个运作，都按照这个疫情的管制之下哈。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在参加各样的聚会都能够得到平安得到保守，特别也希望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现在到年轻这一辈的要打疫苗了哈希望这些疫苗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有帮助哈。那我们这个礼拜天呢，要由雅茹传道来证道。那我们也希望我们2堂礼拜呢，我们人数能够慢慢的恢复了哈在疫情安全之下，因为我们在评估当我们会有弟兄姐妹能够回到教会来，我们就要举办已经快半年没有举办的圣餐了哈。圣餐是一个领受神的祝福的恩典的记号因为有人到现场，我们圣餐才能进行。所以我们用的是那个2合1的比较安全的能够使用。那期待我们各样的小组、各样的活动、各样的事工，能够慢慢能够走向正常的轨道。好，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有聚会的小组也能够有美好的聚集。我们彼此祝福说，愿你一切都平安哈，感谢主。好，大家都平安，感谢主。好，大家。